为庆祝谢天大地圣诞，瑞清堂特别邀请三靠bun阁下基金会演出传统真人戏剧，为纪念活动增添文化色彩与热烈氛围。在今年谢天大地圣诞的系列活动中，除了祈福与祭拜仪式，也特别呈现由三靠bun阁下基金会带来的真人歌仔戏表演，为庆典增添文化色彩。据表演团成员伊万介绍，这次演出以白云站为主题，讲述一名男子爱上自己的表妹，但因表妹已被许配他人而心生怨恨，最终起了歹念，剧情跌宕起伏，展现出复杂的人性与性感冲突。这类真人戏剧通常会在庙会期间上演，由男性演员根据角色装扮，现场演出富有中华传统色彩的故事。三靠bun阁下基金会自1961年成立至今，已传承至第3代，是剧梗社仅存的2个华人传统歌仔戏团体之一。Pasti ada kok ya? Ya biasanya kalau untuk keramaian setiap acara Kelenteng ya. Baik, untuk ini untuk pemainnya ini semua laki-laki kok ya? Semua laki-laki. Berarti setiap di acara tuh mungkin berbeda-beda tema kok ya? Ya, kalau setiap acara itu judul dan tema itu beda-beda。伊万也表示，这种表演不仅是一种娱乐形式，更是传承中华历史与文化的方式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现今的年轻一代华人参与不多，因此他呼吁更多年轻人共同参与，守护并延续这项珍贵的文化遗产。Ilham Wahyudi, PAL TV。